知道离这个小了吧？理解。我小时候买个桌，我们家啊，还。这班上俺走呢，我是过给的有啥么子？也怕叶子，也怕叶掉了。这不过个候鸟，还就候鸟。啊，那么好的这个话，你还喝个头。啊，那在这呢，还有个小多在这边是，这个角度啊，我话说着呢嘛，那是，来的嘛，叫你就路过嘛。我只路过我，啊，这个就是个大概两里面的，叫你这路，我写的嘛，也不要玻璃，我这都让我，呢，那你个就是个呢，这里都是个，个吃个让我别的嘛呢，这个的话老话嘛。他当他老我们当嘛，啊，不能我发家呢哇，你。嘛呢啊，咪么去的，或者你咪呢家的点么的，那么呢你后边我老大，怎么洗了这个的来我。这呢给顾好了嘛，来点嘛点嘛。你前面挂这个呢，看你有嘛在俺这都在这的，是都行啊，那就一九上嘛在，今年是在这风景上嘛在，太脏了是吗？是了，你多好那个嘛？这的话，奶奶，谁去那么才推掉我就？他不的话，这个就得做风险的，你那么就给掉哇？那这个头，给你饿了放不上嘛？哎，妹妹奶奶，你出了怎么没得？还不提大嘛？还是我的，我那推过来给我的，我塞一张。Kasih masih sikit.我那天在家里这个球用，啥个用？当。这你看这是个谁的看见吗？这呢，没个，我们这有么事呢？还去吃，一起五个米多啊，一起个糊多啊，个呢。对，我那花发嘛的，那呢，俺那些都是嘛。
哎呀，我把你拜拜，把你拜拜。昨个我有跑啊，不是？怎么就我去？你叫我人家的有这种，那就啥的那么哥哥看那就我去做么个？你希望你这我有跑，我拉的啥我拉嘛？你希望我过？你在和你妈妈儿子家娘没儿子在那里嘛？我的就是拉浪了，在赶紧吃。对，主要呢，我有筷子嘛，对吧？那个条的不放的辣椒是吗？辣椒多多少了？这样子，赶紧吃了，还有我，我给我想呢，你们啥辣话不能？